领导权便是暴力的象征，从政治的领导权便是斗争的开端。请收看《闽南语连续剧》一成言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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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我一世人想过软正，想过无志气。少年的时阵，我靠我家己的翁婿，翁婿无伫咧，就剩天生一个人通我靠。拄着困难，永远无法度家己去面对、去处理，所以毋才害着我两个囡仔死过去流浪，害我两个囡仔无爸无母10几年。害着天生，予人冤讲10几年。秀美，无人会怪你啦。嘿呐，代志加都加去啊，我袂计较啦。我知影恁袂计较，我嘛知影恁袂怪我，只毋过就是因为安尼。我的心内才会遐尔痛苦，你知影无？今仔开始，我袂阁拖破任何人啊！我要靠我家己。阿母，你要靠你家己，你是要证明啥物？阮大家拢无咧怪你啊，阮大家拢最希望你回来，你莫阁坚持啊，好无？阿母。阿姊，阿母唔紧，定拢是因为你呀！你去甲阿母讲，你紧来去甲阿母讲啊，叫阿母回去啊！拜托你好无？你讲话啊！玉姊，唔是因为你阿姊，唔是因为伊。阿姊，请你甲我回来好不好？我袂赶你走，你甲我回去好不好？我会当可看到你，我就已经足欢喜啊！阿母唔敢唔茫讲哦，你家底下会当原谅我。我只是希望讲，恁家底下会当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大汉。你敢会记得庙内的光明灯？是阿母替恁家底下点的，恁两个人一直是阿母这世人上大的愿望。
阿母。玉清，你莫哭，阿母知影你足坚强的，你搁爱替阿母照顾恁阿爸，还搁有玉清。 阿母，文强，有够啊！我会当听到玉姐叫我一声阿母，我足满足的。 你带因转去，恁拢转去。阿母，先生啊，你来一声，我啥也袂用伫遮，我都起来楼顶房间看看，甲即间上舒适啊。我拍生意也要住即间房间啦。你甲我起来！我啥哪会起来啦？这间房间不准你困。啥我袂用困？吼，我知影啦。以早你遐秀萍住即间房间对无？毋过伊即摆已经搬出去啊。我即摆是杨家的女主人，以后即间房间当然嘛换我困啊。我拍算要住遮。提醒啊！我甲你讲，你若想要住这间厝，这间房间不准你甲我踏入来，啊若无，你随甲我搬出。提醒啊！提醒！月清啊，你面太安尼啦？我这是无小心去弄到的啦。你阿母哪会无转来？月清无简单找着你阿母，安怎求我爱就求倒转来，安那个放伫外口啦。建阳，歹势啦，阮爸仔囝吼，想要好好讲一下，拜托你莫问遐济啦，吼。你将来就毋捌替阿母想过，你该晓怪阿母，怨恨阿母。你害阿母毋敢转来甲咱团圆，你害阿母一世人家己怨叹家己，伫外口孤孤单单，安尼你莫爱去啊！阿姊，你若是一开始就原谅阿母，阿母就袂唔肯对阮转来啊！你这自私，你这自私的！玉清啊，你莫搁责备恁阿姊啊，好无？恁阿姊肯去遐，甲恁阿母讲遐个话，就表示讲已经原谅恁阿母啊，嘛已经无怨恨啊。收慢啊！你已经拢收慢啊！伊害阿母遐尔伤心，已经怀疑阿母甲天生阿姐。我真正毋知伊咧想啥，伊当年是看到啥？家己的查某囝竟然怀疑家己的亲生老母，无怪阿母伊会毋肯对咱倒转来。阿爸，敢讲阿姊无应该去遐找阿母？敢讲阿姊连一个道歉、悔心的都无应该哦？
阿母去用冤枉遐侪年啊，敢讲一句话死咧，就一切拢准如煞。好啊啦，玉清，莫搁讲啊啦。恁阿母已经原谅恁阿姊啊，敢毋是咧？阿母原谅阿姊，我袂原谅伊，我绝对袂原谅伊。阿母伫咧外口孤孤单单，我要陪伊，我要阿母知影讲，伊还阁我这个后事，我要找伊。好啊啦，玉清啊，你袂使去啦，尤其即摆，你千万都唔通去。恁阿母的个性，我非常的了解。伊毋是咧责备恁阿姊，嘛毋是咧怨恨恁好人，伊是咧责备伊家己。这10几年来，伊无伫恁的身躯边好好照顾恁，伊是咧怪伊家己。少年的时阵是哪会遐尔冷静？我知恁阿母无想要靠恁好人，伊敢若想要靠伊家己，靠伊家己，搁再找到一个重新振作的力量，恁知影无？秀萍啊，我实在想无。你神啊，无甲因当地转去啦。船长伯啊，你莫阁苛刻我。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？我想要找一个头路，啥物工课拢会用的，你替我注意一下好无？你要找头路？船长伯啊，我拜托你好无？我的海角啊天。生命提出新生的命。天星啊，天星啊。你这只实在足属实的呢。当我从细汉到大，从来无亲像昨暝安尼困较遐尔啊好。假使讲，你多看伫我的身躯边，安尼佫较好啊。佫再讲，当阿母哪无困斗阵的道理啦。无安尼好无？看你介意困倒一间，我陪你啊。像我啦。我甲你讲，咱毋是翁仔某，我会叫你搬入来，完全是为着志强。厝后这间厝，看你要倒位，看你要困倒一间房间，我拢无意见。独独这间房间，我希望你莫入来，好不好？天星啊，当人在讲哦，以夜夫妻必须恩啊。但咱家志强都已经遐尔啊大汉啊，你搁当还要闪骗我？假如讲你若一直憋在这个房间唔出来，那呢我想要看你，唔得看无啊？天星啊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来公司啦。唔要紧，我才先搬入来尔，我一定会忍耐，我一定要让你知影，我比迄个李秀萍搁较好，搁较温柔，搁较体贴。秀萍啊，你哪里挂草啦？田长伯啊，我还记得吼，以前遮就清气的，并无遮个草啊。哎呀，我再讲你嘛是自家头家娘啊，何必着？田长伯啊，
迄拢已经是过去的代志啊，你着别搁讲啊。即摆我要靠我家己，我无想要搁可怜靠人。既然你若要住遮，遮大嘛是有问题啊。病院一定甲我讲贴一个清洁工，遮大无问题啊。你毋知兴趣无？真是的哦，我怪记啊，船长伯啊，麻烦你哦，即马带我去好无？一定吼，伫内面啦。我即摆吼就带你去见。好。啥叫啊？老一定。陈长伯啊，你来啊？我来介绍，这位叫李秀平，啊，你病毋是讲兼一个清洁工吼，啊，我是介绍伊来啊。啊，伊看起来哪有淡薄岁数啊？院长啊，我是有淡薄仔岁数啦，啊，也毋过吼，我以前有做过查某囡仔，啊，啥物代志吼，我拢会晓做啦。你放心，我无问题啦。对啦，伊咧做工课吼，比少年较认真，我用证明啊。啊，你吼看到我面子上，较采用一下。啊，毋过，阮遮薪水袂讲偌济哦。不要紧啦，薪水吼我袂计较啦。啊，你互我偌济吼，我就摕偌济啦。食大若方便吼，安尼就好啦。好啦，啊无等下我叫人找伊熟悉病院的环境，吼。多谢吼，多谢多谢。我咧讲，你敢有了解？有啦，我拢了解啊。那安尼，你当时当开始上班啊？我随时吼拢会当开始啦。对啦，即阵拢开始啊啦。安尼好，我来去摕物件互你，你缀我来。哦，多谢你吼。秀萍啊，啊无吼，我真要来转啊。陈长伯啊，多谢你啦。秀萍啊，这清洁工工课吼真辛苦，啊你假使吼若扛袂起哦，咱就莫勉强，有啥物困难来找我。陈长伯啊，既然吼我决心要出来食头路，我就毋惊艰苦啦。好啦，啊无我来走吼，啊你要较保重诶，我若有闲我再过来甲你看，吼。多谢你吼，多谢。李秀萍来遮做清洁工，喂，小姐，我即摆伫病院，我看到恁阿母。病院，伊是安怎？我的海角啊天，心自甘生命，提出心心。病院，伊是安怎？你放心啦，伊毋是破病，伊伫病院咧食头路。食头路？伊伫病院咧做清洁工，你敢要过来看？清洁工。有较好啊？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迄个鱼仔天才哦，毋是啥物好人。后摆你若拄着伊哦，你要家己较细意。其实我迄间未斗阵，只是要证明一件代志。证明啥物？证明我是一个查某。阿关子啊，
我较早甲你讲遐，拢是甲你滚耍笑的啊。咱两个自细汉算较大汉的，你是一个查某，我敢会唔知？你敢得搁向我证明？你知影有个安那？你敢知影我心内伫咧想啥？你唔知，你这世人拢无可能会知。来怀疑，体会你不捌相信你自